干市区外面迄拍一台灰色轿车经过东区大学路口，伫红灯的状况之下凶失控，一路直浪，先弄到2台奥多摆，搁弄到2台脚踏车，2名起死轻伤。骑脚踏车的74岁阿伯受伤严重，送到病院了后，也是救袂回来。很大声，嘣一声，我的车是被压倒，但没有直接撞到。阿北就直接撞到往这边撞过来，撞到我的车子的左前方。听说我趴在引擎盖的状况。没有，直接倒在地上。还好吧？还好，我旁边擦到而已。路边的29台奥多摆马弄甲密茂，事故现场相当混乱。肇事的驾驶是高龄76岁妇人，看到是家己造成的，惊到哭出来。但是说刹车没办法做断。目前初步的状况应该是操作不当。那驾驶的部分目前是那个执照正常。那身体状况的部分目前调查中。根据着肇事妇人后生讲，妈妈身体并无状况，阁有2档就要换驾照。本人嘛讲，本地是要打东啊，煞打着油门。警方最后依照刑法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，经过检察官询问了后，10万块交保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